大家好，我是刘伟乐，我是何边格，欢迎收看《修修行的行的迄一迄一天天》。台湾的小食有百款，即摆伫遮熟悉到一对兄弟啊，因都是咧卖猪肠啊、冬粉的啦。啊，拄好我上西食，毋知因是运动员的关系，因在做所有的代志，我感觉拢非常的认真。因嘛拢会去甲因妈妈斗相共，毋知因今仔日工课做到倒位啊？无咱做来去看卖啊，行。迄一条迄足古水，迄毋知什么物件吼？水沟的水哪拢遮清啊？一类的种草，遐有一个罐头呢，还有骨头呢。迄构成是迄落哦，猪脚猪脚哦，真有猪脚啊！你要收水无？我种草，可能恁遮的人食遮的，等你。还是狗仔捕来的。好，超过啊，超过啊！没差一点点。妈9.2、9.1、9.2，妈妈看，妈妈的感情，没使啦。做无赖的呢。啊，这沙拉要温啥？唔知苦龟啊，苦瓜，对啊，可以当温苦瓜。无那慢多。慢啊来，慢慢啊来。再来，好，东街，规个甲抽出来。你不是可以这样子做？多拉嘞，有啊。是安那你会当拿紧，你手爱插入去。插落，安尼有啊，插落去，插落啊。插入去。安尼，安尼。你爱贝贝。啊，那我就是看你咧切沙拉酱，是那你会当骹手这样溜咧啊？我今年开始做，今年来开始切，哎，切有法。有啊，你捌上济一届8骨量500，因为伊要去日本要去日本是安那400-500量叫趁钱啊，钱啊，哦，家己的迄落盘子家己趁。对啦，啊，我知影妈妈拢爱恁靠家己的能力，对对对啊。。对，妈妈来啊啦，等下这样爱靠钱哦，迄条相白，这爱靠钱哦。一咁我就是啊，伊这是 QQ 的啊。啊，你买安尼一粒两成本偌济，我都袂卖你啊，我爱家己食啊。咁我这爱靠就是钱哦。你，是我，是我，是你，是你，你看，被泡泡用。甲我干，甲妈妈同款。妈妈是欧露露，哎，咱来知影。妈妈弟弟后边，恁来互妈妈快乐，妈妈就会欢喜。妈妈若欢喜，起码真若养恁的奖励就多对吧？无唔对，爱好好做工课，爱脚踏实地。对，脚踏实地，啊，嘴爱较甜的，最好讲迄妈妈欧露。妈妈你欧露露，你哪会搁互靠钱？靠你薪水讲，我看妈妈拢会来检查，咱有背有好无，还是有破伊无？妈妈戒严格吼。有当时的哦，亲像你的教练，因为伊以前是教练，伊以前是教练，什么教练？击剑，你敢有甲学？改学？改学？我会学车啊，哦。到底有啥物撇步会当爬较紧的啦？
还是咱的比赛？进来啊！紧的哦。你了个破去啊啦！哦，妈妈，你卖咧做腰肥啊？你个用破去呀？好啦，咩糊啦？糊啦！破去啊啦！没有，他的伊那个卡有就有吧？我有先发抖。我甲恁斗相共好，我看甲妈妈看袂落啊！真讲。看你袂落。明明就是你甲人往破去的。这是阮妈妈，伊有时仔会互我收费。妈妈，你感觉我即届会使摕偌济收费你感觉你会使摕偌济收费？ ？10箍，为虾米？因为我帮你买卵。啊，你有这认真吗？有有。啊，你要牵起是要开？牵起来，牵起来，好。甲你斗3工好无？当然嘛，好，进来。啊，你甲人摕点，啊点了，啊我甲人摕讲一届人摕点啥物，慢慢来，毋过一定爱学对。好，是豆豆仔来，赶快然啦！后来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要豆豆仔来比较好。起来啊啦！咱可以来呀。快刀啊！一个猪肝都很就好，是不是？两个拢是原味吗？对哦，要小菜吗？没有。几把？几把？你忙去弄着。等我放去食。我等切成条。你行啊？加，油豆腐，一个烫青菜。妈，今天烫青菜是什么？大肉麦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。这样子。你点了吗？点了，全部都点。好。人迄个人摕过一个汤，所以你爱等。有滴的哦。甲人摕讲烧练分开底。小人分开底，谢谢。什么意思啊？烧的甲小的甲恁个分开啊。对，代志跟我想的真正无同款，你爱去收到啊？足无用呢。爱去收。你想那你还会做？你先去洗抹布。啊是你都莫关啊。那你还会做？喷一下，喷一下。因这比我伫咧烧烤店打工更较无用。还有呢，这里看来啊，不错哦。安尼，安尼，爱搁较大粒就对啊。安尼，你啦，你切圆的啦。伊啊，我切咧，我拄啊切长安尼袂使。没在。今仔日敢算足济人？就这样，无吧？无安尼。谢谢啊！谢谢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快点。我找人找无，我面前我惊。泡菜底下，伫你后边。啊，莫免来听歌。迄敢好食？迄敢好食？甜，最香咩？哦，来啊！水啊！面头。伊一开始袂险，伊是后壁较会险呢。伊是为拿后来咧险出来。面红了。吴宗宪。关羽。过汤食应该就无。总算会当食饭。哎呀，摇足久。你摇多久的啊？对啊，后尾你敢袂食北京的肠仔汤？没，因为我习惯讲温刀的。因为这有很重要。伊是用素心汤改。啊，毋过我做好奇的呢。你讲妈妈进前是西洋剑的教练，啊那即马会晓
这尔熬煮饭？因为伊生囡仔，哦，搁要做工课，搁要顾我。太忝。安尼你以后若出去做工课，你敢会倒来斗相共？应该是会。阿妈夹头毛，你要抓阿妈要夹头毛，阿妈你会夹头毛？边仔路掉就好。哦，边仔路条我弟弟，我阿妈细汉时阵嘛拢牙这种咧，甲我撸头鬃嘿咧，啦嘿啦，这种是设计的啦。这较新啊吼。嘿嘿，阿妈，你若知影你要夹夹安那？知啦，看这头毛型就知啦。阿妈甲你夹水，你敢有付钱吼阿妈？无，免付交代。啊，恁同学刚才你的头毛上大？唔知，我伊就会讲，你去剪头发。看阿乐的个性嘛是介温顺吼。嘿，因两个拢做过番仔。塞奶？嘿，真是阿嬷送我要来去上课哦，你足乖的。我一个敢脚掌要翘开啊！有满意无？有，教偌久啊？自细汉到现在。好，夹夹的规个人拢有精神啊！啊，坐换你。阿妈，我会使电头毛无？你会使咧啊？啊，电的真久咧。这底会当电哦。会啊。会使啊。我细汉的时阵嘛拢安尼坐。拢安尼坐啊，好。阮阿嬷因姊妹啊，大家拢在做头鬃。哦。嗯。所以我自细汉嘛是拢伫迄个剃头门店内底佚佗。啊，坐拄还是啥？伊的表情拢安尼，我搞笑咧。伊无知无知咧，尻川嘛甲你吹咧。啊，娘的，你敢拍恁阿嬷的尻川哦？恁两个拢安尼超白大的对吧？嘿啦，吃便多啊。你怎会甲阿嬷创治？哎，你安尼安尼？大惊，我惊啊！拍着惊。出来了。嘿，爱甲伊创治啊。嘿啊！爱搞笑你啊。这是阮阿嬷，嘿对，我是恁阿嬷。伊的名叫做安甘啊，黄红甘。黄安甘。嘿，我的头毛是伊设计，嘿。我阿嬷剪60年啊。啊，我真了有满意，你有满意无？有，有吼，安尼会使吼。会使，嘿，多谢阿好，嬷。好。阿妈100分。我早人讲学一个手艺，看下做三角地，讲互恁阿妈听发着啦。啊，我已经无机会搁加着这种这个唔免钱的头毛。哦，我宁愿甲你加免钱，你嘛叫我阿嬷，我甲你加免钱。我看见我咧红加头毛，哦，你们。冇拍，阿嬷笑。冇啦，冇拍啦。有阿嬷生的囡仔拢是宝。嘿啊，你后摆来拢叫我阿嬷就好啊。人遐囡仔来拢嘛叫我阿嬷。阿嬷，我要剃头毛。因为我袂当夹头毛，阿嬷我我嘛要洗头。好，我嘛要回味一下我囡仔时的那种感觉，我嘛要洗头。好。Try to。然后你不要凹豆啊！哎，你看，他这吊杆翘开。什么意思啊？恁这行啊嘛是做个车，恁哪拢会伫巷仔口拍球啊？这行啊，拍无车，有到吗？迄恁同学，落车，人会愈来愈济哦。看到有啦，看到就来啊！我哩。 Ball 2，要打吗？哦，哎，你安尼呢？你问我都招哦，过来一个同学啊。两个。两个，你好。耶！哦，恁这咱看得到，我都组一团尔啊。啊！水啊！快一个！哎，快去出过上来啦！落来。你
练成来，王牌投手，伊是高中棒球队的。啊你嘞？我嘛是，我嘛是，你嘛是？伊嘛是。拢是。这是阮弟弟，哎，隔壁级。伊甲伊拍棒球，搁有跳绳。有伊陪我耍的是，有淡薄仔好耍。是因为我很帅吗？爸不我，拜拜。拜。我拍了整整20秒。这是阮哥哥，对，我是恁哥哥。伊叫做刘伟乐。对，我是刘伟乐。伊甲我无共姓。对，我甲你无共。伊甲爸爸姓，对我甲妈妈姓。伊有时仔会甲我创猪。对，会唔对？伊甲我耍足好耍的。我看，你莫打伫坐头顶来骨哦。冰的呢？啊，恁遮敢有鱼啊？头前甲有。阮兜边啊，敢若有即种大圳狗尔，拢无即种凉凉的好所在。你刚才我细汉的时阵，拢来创啥？补习班。你较巧。啊，你拢来遮耍水，好鱼啊！即个袂骨哦。来比赛。比赛啥？摇抓，摇抓。上细汉的先。哦，爸。两个。两个。水哦。换你。两个哦。一个。一个。无。你看这。哦，这粒生到最上迄落的呢。哎。系啊。豆豆。我看你平常时拢遮无闲，啊哪有遮个时间通去来遮耍？教你。有无？拢毋免认真读册。啊，当然无。啊耍咧。这样嘛真认真。所以认真读册嘛，爱认真耍就对啊。做啥物代志拢爱认真。这个观念做好的呢，无像我较早的时阵，我干那知影读册尔，我拢毋知影到底什么叫做耍，爱甲我失去的囡仔是找倒来。升等来，等来。哎，对。第一天的第一课。哎，这毋是人迄古早带新娘迄个米胎安八卦落桥落车，拢安伫咧头壳顶的啊？当然嘛毋是，这是感冒啊。感冒啊？感冒咧创啥？伊会使做粿。哦，这是做粿咧用的哦。对啊，感冒啊。啊，你摕这就好烧啊？毋是，这是暗茄啊。暗茄？恁讲暗茄啊？对啊。安茄。啊，那你摕这个这就汤匙啊？毋是，这叫做头颈啊。头颈啊？恁讲头颈啊？阮讲汤匙啊呢？头颈啊。安尼拢学会晓袂？我落差。落差。你要确定伊迄刀有入？哎，水。较油这无？顶头会烧啊。我爱油。你是？不小心的。啊，无说嘢啊。哦，啊，会花呀。哎，我看你只鸡，我看咩敢食会着？哦。乖较细哦。哦，你等一下，可以翕住的啊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很多。啊，你用好无啊？哇，这个好啊。会使。
我煮的。饭食饭，迄你煮的？哎呀，这我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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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你的高丽菜，蛤蟆。先食高丽菜，蛤蟆。高丽菜，我吃这个，不要，我吃这个。去卖霸的啊。手袂使拔呢。试看卖阿这菜蛤蟆刚好食。好吃。100分。你的蛤蟆做这样呢，做味的呢，配饭拄拄啊好呢。伤咸啊！无，拄拄啊好，袂伤咸，真正拄拄啊好。对，几粒？一粒。你个鸡腿啊？哪里的位置去？哦，这样。甲我阿嬷一模一一模一样。哦，对啦，就是这个啊。看安尼今仔对因规工，因做啥物代志拢做认真的呢？嘿，算做认真算，伊妈妈拢会教。做事嘛做认真的做事。啊，我看爸爸妈妈嘛无讲足严格啊。所以就把我当做朋友啊。安尼真正做好诶。安尼就是甲爸爸妈妈当做朋友，规家伙啊种像朋友安尼，大家有诶就拢会直接讲。我看伊安尼拢会家己主动自发呢。哎呀，就煮菜啊，嘛爱加减啊学啊，啊食饱倒休啊，啥迄拢一定。倒休一定爱对啊。对啊，差不多年纪几岁啊，做啥物代志，无去斗相共去做啥物代志。这当做切啦，切爱拍打拍论水的时阵吼，都无效啊，袂会理啊。啊，因为囡仔是足快乐的。其实这个囡仔真的是真快乐。哎呀，我到有伊个古早囡仔，咱哎对，真幸福的感觉安尼。我无希望因一下课，就去补习班，一转来，如果是补习班转来，啊，嘿啊，安尼规家拢无一寡甲朋友耍啊。恁爱因有生活，爱有生活，爱有生活爱有的体。品质。囡仔嘛有囡仔的品质，袂使讲大人有大人的品质，囡仔嘛有伊的啊。了解较大汉嘛会想啊，我甲阿公阿妈安怎啊，我甲爸爸妈妈安怎，我甲同学安怎啊，安尼啊。什么是你大汉以后对啊，你会想到的代志？你大概拢叫阿看地棒赛。阿嬷带我去看地棒赛。那是印象上你的代志。看你放屎也好，做伙食饭也好，烘翁仔鸡啊、加头毛，什么做什么代志拢好，这拢会是恁，我感觉拢是足宝贵的记忆。我看因规家伙啊斗阵的时阵啊，就亲像一群朋友做伙共款，因安尼互相创治来创治去，互相安尼交涉。我感觉这是伫即马足侪家庭内底看无的物件。我安尼一工落来啊，对因认真做工课开始，过来认真食饭、认真佚佗、认真甲厝内底的人斗阵，感觉我应该去受因迄种对待每一件代志拢足认真的精神，伫我还阁少年的时阵，毋通留下任何的遗憾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没派气功。为什么会爆掉？不知道啊，蛋壳粘在上面。你没有挑错一点啊，不要这样玩哦。我没有啊。我若是阮阿嬷的时阵，我绝对来找阿嬷你做。安尼地落啊，他这样才会感动啊。对啊，满球数哦，满球数。哎，对。哦，他正经的啦。正经的。刚刚呼呼姐，刚刚呼呼姐。哎，不可以哦。